飛羅山野火驚雲，50年一遇嘅絕世美人，點解晚年落得美祭之局？2022年7，香港飛羅山安帝臣道夜深人靜，突然之間，一聲驚呼劃破咗半山嘅處境。一棟佔地廣闊嘅超級豪宅，毫無徵兆咁燃起咗熊熊大火，個場火燒得極之猛烈，火光將成個飛羅山嘅半邊天都燃到通紅，濃煙直衝雲霄，連住喺遠處嘅街坊都俾嗰陣濃烈嘅味由睡夢中驚醒。呢場火災，消防處足足出動咗163名消防員，動用咗4條消防口以及4隊煙霧隊進行灌救。因為呢棟豪宅嘅面積實在太大，內部結構複雜，甚至為咗防盜，部分房間安裝咗極高規格嘅防彈玻璃。起火之後，成棟豪宅嘅安保系統自動斷電，嗰啲堅不可摧嘅防彈玻璃既冇辦法由內部開啟，消防員喺外面亦都好難輕易爆破。消防處甚至破天荒首次出動偵察無人機，由高空去探測火場嘅溫度同火源。呢場衝天大火足足燒咗8個鐘頭，直到天光先至被徹底撲滅。豪宅內部幾乎化為灰燼，4日金碧輝煌嘅陳設俾濃煙燻到面目全非。呢棟被媒體稱為超級堡壘，價值逾10億港幣，折合超過44億新台幣嘅皇宮，佢嘅主人到底係邊個？冇錯，就係林青霞。對於我哋呢一代經歷過7、80年代嘅朋友嚟講，林青霞呢3個字絕對唔單止係一個明星嘅名，佢係我哋整整一代人嘅青春印記。徐克導演曾經有從咁感嘆，好似林青霞咁靚嘅女子，50年先出一個，就連金庸先生呢一般閱人無數嘅文壇泰斗，都曾經盛讚青霞嘅美，冇人能匹敵。由70年代台灣文藝片入面嗰個清純脫俗嘅江晏蓉，到90年代香港武俠片入面嗰個仰頭飲酒、雌雄莫辨嘅東方不敗，佢嘅美超越咗性別，跨越咗半個世紀，至今喺華人世界入面依然冇人可以替代。但係各位朋友，請你喺腦海中想象一下呢個畫面：一個女人擁有咗世人夢寐以求嘅絕世容顏，財富亦積累到人間嘅頂點。只不過到咗佢68歲呢一年，呢棟原本係丈夫送俾佢作為結婚20週年紀念禮物嘅愛巢，竟然被一場冇名大火無情吞噬。嗰啲堅不可摧嘅防彈玻璃擋得住外來嘅盜賊，卻擋唔住內部燃起嘅大火。呢個都未算係最令人唏噓嘅，就喺同一時間，港台媒體鋪天蓋地都喺度報道佢同嗰位身家數百億嘅富商丈夫影莉，其實一早已經低調黐婚。而坊間傳聞一棟火線更加係殘酷到令人心酸，因為佢生唔出仔。喺傳統嘅豪門觀念入面，咁大嘅家業需要男丁嚟繼承。傳聞丈夫喺上海另有豪門知己，甚至已經生低咗私生子，準備將來帶返鄉下祭祖分殘。你諗下，一個靚足大半山嘅女人，臨到晚年，豪宅化為灰燼，200年嘅婚姻走到盡頭，身邊又冇一個可以繼承家業嘅仔作為依靠，呢一切點樣睇都帶住一重繁華落盡後嘅蒼涼。坊間好多人茶餘飯後會講，呢個咪就係我哋成日一聽到嗰4個字，紅顏薄命咯。個天俾咗佢無與倫比嘅美貌，自然就要收走佢嘅幸福。但係各位，天地嘅規律從來都冇咁膚淺，亦唔會憑空降下災禍。喺我哋已經國學同傳統明理嘅角度嚟睇，呢個世上絕對無緣無故嘅烈火，亦無憑空出現嘅孤獨。已經第64卦名為未濟，代表住事物未能締成圓滿，一切又陷入咗重新洗牌嘅殘缺之中。林青霞晚年所面對嘅呢個未濟之局，其實由佢出世嗰一刻開始，由佢後生嗰陣種下嘅每一個因入面，就已經有跡可尋。今日我就帶大家由3個最核心嘅維度，將林青霞呢大半生慢慢拆解開嚟，睇清楚呢背後驚人嘅命運軌跡。第一，由上學上睇，佢下巴嗰條深深刻入去嘅美人溝，
世人只係覺得英氣無美，但喺我哋東方商學嘅密碼入面，呢個其實係一道泄露咗天機嘅裂痕，暗藏住萬年孤獨同只字右缺嘅定數。第二，由因果上睇，佢後生嗰時同秦漢嗰段唱帝20年嘅苦戀糾纏，係唔啱嘅時間愛上咗一個有家室嘅男人。呢段當年轟動一時嘅情債，介入咗人哋嘅婚姻，消耗咗正宮嘅眼淚，呢股業力，又為佢後半生嘅豪門命運埋下咗點樣冇法逃避嘅伏筆。第三，由風水同義理上睇，飛鵝山嗰場沖天大火真係一場偶然嘅意外，定係易經入面猛烈嘅黐卦現世？呢把火到底係喺度毀滅，定係喺冥冥之中？係佢強行了斷呢段沉重嘅豪門業力？半山桃花劫，三人行嘅感情拉鋸，經歷過70、80年代嘅香港朋友，只要提起林青霞，腦海中浮現嘅第一個畫面，一定唔係後來嗰個霸氣外露嘅東方不敗，而係當年嗰個着住校服，眼神清澈如水，仿佛不食人間煙火嘅清純少女。故事嘅起點要退回到半個多世紀前嘅1971年，嗰一年林青霞先得17歲。各位17歲喺我哋傳統八字命理中，淨係一個人大運開始交接，青春小愛情竇初開嘅年紀。嗰年嘅林青霞，因為大學聯考落後，心情失落，正準備去台北嘅補習班重讀。有一日，佢行喺去補習班嘅路上，順道去拎自己訂做嘅衫，就喺呢條普普通嘅街道上，命運嘅齒輪開始咗劇烈嘅轉動。一個叫做楊琪嘅星探喺街頭俾呢個靈氣逼人嘅女仔徹底驚豔咗，佢直勾勾咁望住林青霞睇，行上前劈頭就問咗一句：你生得好靚，想唔想拍電影？跟住遞上一張卡片。就係咁樣一個仲未成年嘅女仔，喺懵懵懂懂之中，由阿馬多偉簽下咗人生第一份電影合約。到咗1973年，18歲嘅林青霞正式出道，第一部戲就係擔任主演，由著名作家瓊瑤小說改編嘅電影《窗外》。大家仲記唔記得《窗外》講嘅係咩故事？林青霞喺戲入面飾演女主角江曼玉，一個情竇初開嘅高中少女，無可救藥咁愛上咗比自己年長好多嘅國文老師。呢部電影一上畫，成個華語影壇都震動咗。但邊個都冇諗到呢部戲嘅劇情竟然一語成讖，成咗林青霞現實人生嘅預言。因為就喺呢部戲嘅片場，佢遇見咗嗰個令佢糾纏咗整整20年，甚至改變咗佢一生軌跡嘅男人秦漢。當年嘅秦漢係咩人？佢係台灣最紅嘅文藝片小生，出身名門，阿爸喺抗日名將。秦漢身上自帶一股雲潤雨玉、儒雅清高嘅書卷氣，喺熒幕上都唔知迷倒咗幾多萬千少女。更要命嘅係佢比林青霞足足大咗8歲，而且佢一直都係林青霞少女時代嘅超級偶像。各位試諗下，一個18歲情竇初開嘅少女，突然之間被推到鎂光燈下，而企喺佢面前同佢對戲嘅，竟然係自己仰慕已久嘅偶像。喺窗外嘅片場，作為大哥哥嘅秦漢，對呢個毫無經驗嘅新人小妹妹照顧得無微不至。兩個人喺鏡頭前演繹住前面悱惻嘅愛情，喺鏡頭外朝夕相處嘅關懷，令呢對金童玉女嘅感情靜靜雞咁跨越咗界線。假戲終究真做咗。如果故事只係停留喺度，嗰個不過係一段才子佳人嘅影壇佳話。命運喺呢度為林青霞設下咗一個極其殘酷嘅死局。秦漢當時已經結咗婚，秦漢嘅太太到邵喬恩絕對唔係咩普通嘅糟糠之妻，佢出身富貴之家，阿爸係外國知名品牌嘅台灣總代理。邵喬恩本人生成靚女，頭腦聰明，能力極強。秦漢同佢結婚之後，生落咗一仔一女。啱啱開始嗰陣，呢段婚姻係非常美滿嘅。秦漢為咗俾妻子安全感，拍戲嘅片酬全部交俾邵喬恩保管，有咩應酬都盡量帶埋太太一齊出席。但喺我哋易經命理睇嚟，呢個世上最難算嘅就係人心同時機。邵喬恩喺婚後成立咗自己嘅化妝品公司，
事業越做越大。一個女人事業心強，但小姐嘅脾氣同要強，驕縱嘅性格就慢慢顯露出嚟，對丈夫自然就少咗一分溫柔體貼。而秦漢呢，佢出身名門，骨子裏係個浪漫嘅文藝青年，受瓊瑤劇嘅影響，佢內心渴望嘅係嗰種雨水般纏綿、溫柔小意，能令佢產生保護欲嘅女人。就喺佢嘅婚姻出現呢道細微裂縫嘅時候，清純到仿佛天上摘星嘅林青霞出現喺佢嘅生命入面，徹底心動咗。各位朋友，民間仲係中意將呢類事情歸咎於狐狸精或者負心漢，但作為一個研究國學同義理嘅人，我從來唔由道德嘅高地去輕易諗判任何人。感情嘅發生有時候真係一種身不由己嘅磁場吸引，但係唔諗判。喺傳統嘅玄學概念入面，咩係婚姻？婚姻唔係一張紙，而係一陰一陽兩股能量喺天地間正式締結嘅契約。周易講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個家庭就係一個完整嘅氣場。當一個第三者，無論你係有意定無意，無論你嘅愛情幾咁純粹幾咁偉大，只要你介入咗呢個已經締結嘅氣場，你就係喺度奪走咗原本屬於另一個女人嘅丈夫，奪走咗另一個家庭嘅圓滿。喺佛教嘅業力法則中，呢個叫做阿情業。一個女仔將女人一生中最寶貴嘅18歲到38歲呢黃金嘅20年，全部壓喺一個有婦之夫身上。佢以為自己係追求真愛，但係無形之中，佢已經透支咗自己命中本來應該有嘅婚姻福報。你哋有冇諗過，點解林青霞後來嫁入豪門，擁有咗幾世都使唔晒嘅錢，卻喺萬年人遭遇咗婚姻嘅破碎同冇仔嘅遺憾？因為天道嘅賬本上每一筆都記得很清楚。你後生嗰陣喺感情上令另一個女人流下嘅眼淚、受過嘅煎熬，呢股怨氣同業力，佢仲都會轉化為你自身命盤入面嘅一道劫難。呢個唔係迷信中嘅詛咒，呢個係能量守恒嘅鐵律。凡有所奪，必有所還。18歲嘅林青霞喺長尾嘅劇組入面，以為自己迎嚟咗人生嘅春風。佢唔知嘅係，呢陣春風其實係一場即將席捲佢半生嘅桃花劫。當熒幕上嘅金童玉女喺現實中一步步走向失控，正宮太太小喬欣又點可能坐以待斃？一場震動晒個華人娛樂圈嘅3個女人嘅戰爭即將拉開序幕。林青霞同秦漢喺窗外擦出火花之後，呢對被當時媒體捧上天嘅金童玉女又接連合作咗《我是一片雲》、男人在林梢彩霞滿天等足足18部瓊瑤電影。喺熒幕上，佢哋愛得死去活來；喺熒幕下呢份感情，亦一日比一日深刻。大家諗深一層，呢種朝夕相對、情意綿綿嘅關係，又點可能瞞得過女人嘅直覺？秦漢嘅太太邵喬欣好快就發現咗唔妥。邵喬欣絕對唔係一個會坐以待斃嘅弱女子，佢發現丈夫心已經飛向咗林青霞呢位性格要強、唔服輸嘅千金小姐。立刻做咗一個決定，佢暫時放下咗自己一手創辦、正在壯大嘅化妝品公司事業，將全部重心拉返去丈夫身上。佢採取咗內外夾擊嘅手段，對內佢私底下直接打電話俾林青霞，嚴詞斥責佢插足自己嘅婚姻。當時嘅林青霞雖然對秦漢動咗真情，但骨子裏佢始終係一個有道德底線嘅女仔，並冇勇氣去公然破壞人哋嘅家庭。佢當時好有禮貌咁回覆邵喬欣：好啦，唔好講啦，以後我唔會再揾佢就係啦。對位邵喬欣直接走到秦漢嘅片場監工，秦漢拍戲佢就喺旁邊候實。秦漢一收稿，佢馬上遞毛巾抹汗，邊茶底水對丈夫噓寒問暖。明眼人一睇就知呢個係向全天下宣示主權。佢甚至動用人物，指名要林鳳嬌嚟做秦漢嘅專屬女主角，試圖將林青霞排擠出去。但秦漢呢，轉頭而演選擇咗林青霞。呢場3個女人嘅戰爭，或者講係2個女人同1個男人嘅拉鋸，好快就成為當年台灣街頭巷尾
報紙雜誌日最坊嘅頭條。林青霞呢個原本清純無瑕嘅國民玉女，一夜之間被貼上咗第三者嘅標籤。入戲中間嘅秦漢，左右為難，佢終於向邵喬恩攤牌，坦誠咗自己嘅感情。佢講咗一句極其自私嘅說話：我愛林青霞，但又唔想失去你。如果你忍受唔到，咁我哋就黐婚啦。各位當時嘅邵喬恩正陀緊佢哋第二個小朋友，聽到丈夫呢番話，簡直猶如五雷轟頂。但佢偏唔遂人願，佢拒絕退出，反而公開向媒體痛斥林青霞係破壞家庭嘅小三，並且發下毒誓，話你一生都唔會原諒佢。排山倒海嘅輿論壓力幾乎將林青霞壓垮。當時甚至傳出佢過唔到情關而輕生嘅消息，雖然佢後來澄清只係食錯藥暈低，但無論真相係點，嗰段日子嘅林青霞承受咗常人無法想象嘅折磨，佢崩潰咗。為咗躲避輿論，佢選擇遠走美國。就喺林青霞逃避秦漢猶豫不決嘅時候，另一個男人登場啦。秦祥林亦都係當時台灣最紅嘅文藝片小生，同秦漢、林青霞、林鳳嬌並稱以林以秦。得知林青霞黯然赴美，秦祥林做咗一個驚世駭俗嘅決定，佢果斷同自己嘅妻子蕭芳芳黐婚，直接飛去美國追尋林青霞。喺美國嗰段最孤立無援嘅日子入面，秦祥林對林青霞展開咗瘋狂而且無微不至嘅追求。人喺最脆弱嘅時候，總係容易被打動。1980年9月，林青霞點頭應承咗秦祥林嘅求婚，但最戲劇性嘅一幕發生喺訂婚嘅前一晚。林青霞嘅心入面始終放唔低秦漢，佢打通咗秦漢嘅電話，試探性咁問：你話我要唔要嫁俾佢陪心底里？其實係等緊秦漢嘅一句挽留。但秦漢卻冷冷咁回咗一句：你呢個人就係悲劇人亡、悲劇人生、悲劇結局。林青霞激到當場掟咗電話。喺第二日嘅訂婚宴上，林青霞默默咁流住眼淚。秦祥林睇在眼裏，心入面極唔係滋味，但佢唔想勉強。可賓客已經到齊，呢場充滿苦澀嘅訂婚宴只能夠繼續。呢段得感動無愛情嘅婚約勉強維持咗4年，最終都係以分手收場。而就喺林青霞同秦祥林訂婚嘅期間，邵喬恩終於簽字黐婚啦。佢之前死拖住唔簽字，就係為咗唔俾秦漢同林青霞如願以償。1982年，秦漢恢復咗單身。得知消息後，林青霞亦解除咗同秦祥林嘅婚約。喺瓊瑤嘅撮合下，呢對兜兜轉轉嘅痴男怨女終於戲劇性咁復合。嗰一年，林青霞33歲，秦漢41歲。大家以為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行埋一齊，故事應該迎嚟圓滿嘅大結局啦。錯啦！復合之後，秦漢想結婚，林青霞卻話要等到40歲。後來林青霞憑借《滾滾紅塵》奪得金馬影后，兩個人喺頒獎台上公然親吻，愛得高調。但呢一次，秦漢卻再都冇提過結婚嘅事。相愛容易雙手難，直到1993年喺瓊瑤嘅屋企，林青霞對住呢個佢愛咗整整20年，卻始終唔肯俾佢一紙婚書嘅男人，靜靜咁講出咗一句話：雖然我曾經咁樣愛你，但而家我愛上咗第二個，我哋分手啦。據講秦漢當時震驚萬分，甚至跪低苦苦挽留，但林青霞去意已決，冇激烈嘅爭吵，冇相互嘅自責。呢段橫跨20年嘅驚世畸戀就咁樣畫上咗句號。嗰一年，林青霞啱啱好40歲。各位朋友，一個女人最寶貴嘅20年青春，俾咗一個有家室嘅男人，到頭嚟卻係一場空。點解會咁樣？喺我哋傳統商學同因果觀念入面，有一句老說話：面上識人，不毀一樁墳。介入人哋嘅婚姻，無論你有幾多苦衷，喺天道嘅能量場入面，都係一重奪。你奪走咗原本屬於邵喬恩嘅安穩，邵喬恩嘅眼淚、憤怒、痛悔，全部轉化為呢段感情入面嘅負面業力。
佛家講因果不虛，你用撲配人哋家庭作為呢段感情嘅因，又點可能結出白頭偕老嘅果？呢段感情由一開始底色就係殘缺嘅。秦漢嗰句悲劇結局，看似係一時嘅意氣說話，實質係冥冥之造，倚天一語道破咗天機。感情入面嘅每一個選擇，都喺度靜靜雞改寫我哋未來嘅人生劇本。林青霞呢20年嘅情債，雖然以分手告終，但係故業力並冇消失，佢靜靜咁等待住，喺佢40歲嗰年，將佢推向另一個看似極致輝煌，實質暗藏深淵嘅豪門命局。極致嘅繁華與暗藏嘅缺口。1994年，40歲嘅林青霞做咗一個令世個華人世界震驚嘅決定，佢宣布釋刑，徹底告別咗嗰個令佢光芒萬丈嘅銀幕，轉身嫁俾咗香港富商盈利。盈利係咩人？佢係香港著名服裝品牌 SP 嘅創辦人，身家高低數百億新台幣。講起都係緣分，兩個人不過係喺一次朋友嘅生日宴會上偶然相識，但僅僅相識咗20幾日，呢位百億富豪就直截了當咁向林青霞求婚啦。呢場婚禮至今喺香港嘅豪門婚嫁史上依然係一段傳奇。佢哋將婚禮嘅地點揀喺美國三藩市，為咗確保婚禮嘅私隱同安全，盈利甚至動用咗豪宅所在區域近半數嘅警力嚟維持秩序。為咗一件完美無瑕嘅婚紗，兩個人足足搭咗3次頭等艙，飛去巴黎親自挑選試穿。單係呢件婚紗由法國寄到美國嘅過關關稅就高低400美金。婚禮現場更加係極盡奢華之能事，足40萬都空運過嚟嘅鮮花，將整個現場打扮到好似人間仙境一樣。喺萬眾矚目之下，林青霞流住眼淚，無比感動講咗一句話：我終於遇到咗我心中嘅巨人。當時嘅所有媒體報紙頭條用嘅字眼全部都係苦盡甘來，大家都喺度戥佢開心，覺得呢個靚咗大半生，亦苦戀咗大半生嘅女人，終於揾到一個真正識佢錫佢，能為佢遮風擋雨嘅避風港。婚後嘅林青霞亦確實過上咗一段令人羨慕嘅平靜日子。佢徹底卸下咗大明星嘅光環，洗盡鉛華，安心做起豪門闊太。狗仔勁想影到佢素面朝天，着住普普通通嘅衫，拖住個女去行書店買文具，全無半點明星架子。而盈利對佢嘅寵愛更加係寫喺咗兩個女嘅名入面，大女叫邢愛琳，粵音你愛林青霞；細女叫邢嬿愛娶嘅係粵語諧音邢嬿愛。你聽落係咪覺得無比深情、無比浪漫呢？到咗2014年，林青霞60歲大壽，亦係佢哋結婚20週年嘅紀念日。盈利豪宅1.3億港幣買下咗一幅位於飛鵝山安帝臣道9號嘅地皮，為佢建起咗一座超級豪宅作為禮物。呢座豪宅佔地大約1400基平，依山而建，面向東九龍半島維港嘅無敵海景盡收眼底。入面有43坪嘅超大花園、含溫泳池、網球場、健身房、私人畫室、圖書館、舞蹈室，裝修更加係請嚟咗同林青霞交情好深嘅美術大師像雪浩像詞操刀把關。為確保安全，豪宅外圍設有高牆鐵絲網、全天候閉路電視，讓咗10機子狼狗巡邏，24小時有保安着手。呢度邊度係一棟樓，呢個根本就係一座古若金龐嘅皇宮。絕世嘅美貌、百億嘅財富、深情嘅丈夫、乖巧嘅女人、宮殿般嘅豪宅。各位，當呢一切美好嘅事物同時集中喺一個女人嘅身上時，你睇到咗咩？你可能睇到嘅同話係人心型噶，但喺我哋研讀易經嘅人眼中，睇到嘅卻係4個字。點解易經第11卦係太卦，代表天地交泰、萬事亨通，亦即係我哋常說嘅三陽開泰。呢個係一個人運勢嘅最高點。但易經嘅排列係非常奧妙嘅，喺太卦之後，緊跟住嘅就係第12卦。太極而否，呢個就係天道運行嘅鐵律。古人講，
月滿則虧，太陽升到最高點，接落嚟就一定要西斜；月亮圓到極點，接落嚟就一定會殘缺。天道最忌諱嘅就係一個滿字。當一個人嘅財富、名氣、地位、愛情全部滿到人間嘅極致，天道嗰把無形嘅秤就要開始傾斜啦。天道會喺某一個你意想不到嘅地方，靜靜雞留低一個缺口，用嚟維持呢個世界最根本嘅能量平衡。呢個缺口唔係個天喺度懲罰你，而係宇宙法則喺度自我修正。你將所有嘅福氣都揸喺手入面，一分唔留，天道就會用另一種方式替你留。而喺香港傳統豪門嘅深宅大院入面，呢個致命嘅缺口，往往就藏喺最傳統亦最世俗嘅觀念之中。當呢座估值44億嘅皇宮建起之時，林青霞以為自己已經到達咗人生嘅彼岸，但佢並唔知道，一張名為紙字嘅大幕已經靜靜雞收緊，而佢下巴嗰度被世人稱頌嘅美人溝，其實一早就將呢個殘酷嘅結局寫咗喺佢嘅臉上。商學密碼美人溝嘅天機與豪門夢碎，大家仔細回想下林青霞嘅樣貌，佢嘅下巴正中間係咪有一道非常明顯嘅裂痕？呢度扣紋將下巴分成咗有兩半，喺佢微微一笑嘅時候，呢度凹陷就特別明顯。西方人管呢個叫 cleft charm 或者納韋奇型下巴，覺得非常性感。而喺我哋東方民間俾佢起咗一個好好聽嘅名。喺首個華人演藝圈入面，林青霞絕對係美人溝最經典嘅代表人物。非但無破配佢嘅美感，反而為佢偏蓋一股英氣與無美並存嘅獨特魅力，令佢喺一眾柔美嘅女星中脫穎而出，令人望一眼就再都忘記唔到。但係各位朋友，天機往往就藏喺呢啲最顯眼，佢又最容易被人忽略嘅地方。呢度令佢極具辨識度嘅美人溝，喺我哋傳統面相學嘅精密框架入面，其實係一盞警示萬年運勢嘅紅燈。我哋商學將人嘅面部分為三庭，上庭睇早年，中庭睇中年，下庭睇晚年。下巴呢個位置，商學上統稱為地角，主管一個人51歲以後嘅晚年運勢。呢當中包含咗你嘅財富積累、家庭穩定，更重要嘅係子女緣分以及你最重嘅感情歸屬。一個理想嘅地角應該係飽滿、圓潤有肉嘅。喺老一輩嘅觀念入面，長輩揀新抱點解特別睇重下巴圓潤？呢個絕對唔係迷信，而係幾千年嚟無數先人總結出嚟嘅經驗。下巴圓滿嘅女人往往性格更沉穩，包容力強，持家和睦。呢個佢叫做晚景安穩、人宣耀室嘅福相。反觀林青霞咁樣，下巴中間有一道明顯嘅裂紋，商學上稱為地角破損，或者叫成張凹陷。古本商書上有8個字，睇得非常直接，甚至有啲殘酷。成張凹陷，老來孤獨。你而家將呢8個字套喺林青霞18歲以後嘅境遇上，係咪覺得老祖宗嘅觀察準確到令人背脊發涼？當然，我哋睇相唔可以只睇後面一面，凡事都有陰陽兩面。美人溝喺商學中，主桃花帶印代表住呢個人擁有極強嘅異性吸引力，同無與倫比嘅藝術天賦。有呢個特徵嘅人，往往才華出眾，魅力超凡，注定能夠喺人群中大放異彩。呢個亦都完美解釋咗點解林青霞可以由19歲一炮而紅，一直紅到68歲，橫跨影壇整整半個世紀，桃花同名氣從來冇斷過。但個天把秤永遠係公平嘅，美人溝俾咗佢前半生無上無盡嘅掌聲、寵愛同繁華，佢嘅代價就係晚年歸屬感嘅相對薄弱，以及子女緣分嘅缺陷。地角有裂痕，象徵住喺情感上容易出現合久必分嘅局面。就算你曾經擁有過全香港最令人艷羨嘅世紀婚禮，就算你住進咗44億嘅超級堡壘，到咗晚年，呢度裂痕依然會喺現實生活中顯現出嚟。咁致命一係個下巴同時掌管住子女宮，下巴凹陷嘅人喺傳統商學中被認為同子女嘅緣分相對較薄。各位注意，呢度講嘅緣薄，唔係話你生唔出小朋友，而係指喺子女呢件事上，
注定會比人哋多一層波折同無奈。大家睇下林青霞，婚後為盈利生咗2個如花似玉嘅女，2個女都非常乖巧。大女做設計低調踏實，細女活潑好動，熱愛生活。佢哋都無藉住母親嘅巨大光環去博眼球。呢個絕對係林青霞作為母親最驕傲嘅作品。但係香港嗰啲傳統嘅超級豪門入面，血脈傳承嘅觀念根深蒂固。有冇生到一個男丁嚟繼承100億家業，從來都係豪門婚姻入面最核心、最現實，亦係最無情嘅一道考驗。據香港媒體多年嘅追蹤報導，盈利其實一直非常渴望能有一個仔，但林青霞喺生低2個女之後，隨住年紀漸長，始終未能懷上第3胎。呢個難道係佢唔想要？絕對唔係，但喺商學嘅定數入面，此類共有缺，往往就應驗喺呢種求而不得嘅遺憾上。後來嘅事大家都可以喺八卦新聞入面睇到啦。坊間盛傳，因為林青霞生唔出男丁，丈夫喺上海另結新歡，甚至已經生低咗私生子，仲打算立遺囑將家產分俾呢個仔帶返鄉下祭祖。呢個亦成為咗2人以8年婚姻名存實亡，最終走向決裂嘅最根本原因。各位朋友，你而家回頭睇下，當年佢係嗰個萬眾矚目、被秦漢嘅正宮太太同戚介入人哋家庭嘅第三者，到咗晚年，佢自己卻成為咗被另一個女人介入，因為生唔出仔而被邊緣化嘅嗰一方。呢個劇本嘅走向係咪有一重令人窒息嘅輪迴感？我哋命理師睇到呢度，往往只能夠嘆息一聲，因果不對。呢個唔係喺度批評佢，而係喺度感嘆命運嘅精密同殘酷。天道俾咗你一張50年先出一個嘅絕世容顏，就必然會喺你嘅命格入面刻下一道名為孤獨嘅粒草。風水語以嚟，飛鵝山無情野火嘅玄機，而呢一切嘅暗衝都喺度等待住一個契機徹底爆發。直到2022年7月，飛鵝山嗰一場無情野火，終於將呢段豪門婚姻最後嘅體面燒得一乾二淨。當日凌晨起火嘅位置，正係呢棟超級豪宅2樓嘅一個房間，火勢受風勢影響，迅速蔓延，火光衝天。由於大宅面積實在太大，室內又擺放咗極多名貴嘅陳設同木製裝飾，呢啲都成為咗加劇火勢嘅燃料。更棘手嘅係，起火後系統自動斷電嗰啲原本用嚟防盜嘅防彈玻璃，此刻卻成為咗阻礙消防員爆破救援嘅最大障礙。呢場火足足燒咗8個鐘頭，好在事發時林青霞同家人都唔喺屋內，屋內嘅20幾名傭工抱住寵物犬，分成2架私家車錯往土生，冇人傷亡。但呢棟承載咗佢好滿歲月嘅大宅，內部幾乎全部被濃煙熏黑，付之一炬。火災發生後短短2日，豪宅外已經迅速搭起棚架，工人忙於修補重換新鎖，氣氛極度緊張。各位，呢棟樓唔係普通嘅物業，佢係丈夫盈利送俾佢結婚20週年嘅紀念大禮。但喺我哋民間嘅講法入面，多一件具有重大象徵意義嘅定情信物或者禮物，被意外徹底毀配到面目全非時，往往被解讀為送禮者同收禮者之間嘅緣分已經走到咗盡頭。果不其然，大火之後冇過幾耐，林青霞同丈夫結婚嘅消息就如雪片般大規模曝光。據傳佢攞咗高達20億港幣，約80億新台幣嘅贍養費，為呢段200年嘅婚姻畫上咗句號。呢個時間上嘅巧合，細諗起嚟，係咪令人背脊發涼？喺我哋風水學嘅領域入面，住宅既係安身之所，更係家運嘅根本。古籍有在住宅無故起火，係非常強烈嘅兇兆，呢個叫做犯火煞。而喺呢場飛鵝山大火嘅背後，其實隱藏住3層極深嘅兇兆同玄機。第一層兇兆，萬物化為灰燼。火係世間最無情嘅元素，大火燒過，一切曾經金碧輝煌嘅表象，全部化為灰燼。呢個喺玄學上象徵住一段關係徹底失去咗生機，冇可挽回咁走向咗終點。
嗰場曾經用40萬朵鮮花譜就嘅世紀婚禮，最終都只能夠好似呢啲灰燼一樣隨風而散。第二層空小，火柱爭奪，火勢猛烈而難以控制，住宅起大火，代表住呢個家中已經積累咗壓唔住嘅重大矛盾同怨氣。開屆盛傳嘅丈夫喺上海嘅私生子問題，以及為咗傳宗接代而引發嘅財產繼承風波，正係兩人婚姻破裂嘅真正導火線。呢把火不過係將呢200年豪門婚姻底下嗰度深不見底嘅裂痕，赤裸裸咁燒俾世人睇。第三層玄機，賍卦嘅淨化同重生。喺易經8卦之中，火代表賍卦。賍卦雖然主破配主分賍，但佢同時亦住淨化。呢把大火對於林青霞嚟講，或者並唔係一條絕路，反而係一重徹頭徹尾嘅解脫。人心一旦有咗裂痕，修補起嚟就難啦。尤其喺一段名存實亡嘅豪門婚姻中，貌合神離咁死纏，不如俾烈火將舊有嘅業力同束縛一把燒盡。我哋睇風水最講究藏風聚氣4個字，但各位朋友，一個家真正嘅風水，從來都唔係你嘅裝修有幾豪華，地段有幾矜貴，防彈玻璃有幾厚。一個家真正嘅風水係住喺入面嘅人，個心仲願唔願意靠埋一齊。如果個心已經散咗，氣亦都散啦，都只不過係一座冰冷嘅空殼。呢把無情火表面上燒掉嘅係44億嘅物質財富，但喺冥冥之中，佢係天道喺度睇佢強行了斷呢段長第200年嘅豪門業力，舊嘅因果清算咗，新嘅輪迴先至可以開始。咁樣經歷咗前半生嘅情債同後半生嘅豪門夢碎，晚年嘅林青霞究竟係會被命運徹底擊垮，定係會迎嚟另一重境界嘅新生？我唔替佢下結論，但我唔想用世俗嘅標準去衡量，我想用易經入面嘅一段大智慧嚟幫大家嚟清呢件事。我哋讀易經64卦最後嘅2卦非常特別，第63卦叫既濟卦，意思係事情已經完成，渡過咗河流到遞咗彼岸，一切睇起嚟都圓滿啦。但老祖宗嘅智慧深不可測。緊接住喺既濟卦後面嘅第64卦，亦係最後一卦，叫做未濟卦。呢個代表咩？呢個代表天地間永遠無絕對嘅終極，求嘅圓滿不過係新嘅殘缺同未完成嘅開始。呢2個卦象就好似拗合嘅齒輪一樣，一前一後，永遠喺度循環，生生不息。你將呢2個卦套喺林青霞嘅身上睇下，當年嗰個19歲嘅小女生為由台北西門町街頭被星探發掘，一炮而紅，成為晒個東南亞第一美人。呢個係既濟。後來佢愛上有婦之夫，糾纏20年受盡非議，始終不得善終，跌入咗未濟。40歲嗰年，佢使晉元華嫁俾身家數百億嘅富豪，嗰場轟動全港嘅世紀婚禮，看似終於有既濟啦。但200年之後，飛鵝山豪宅嘅一把大火，將過往燒成灰燼，婚姻走到盡頭，佢又重新跌回咗未濟。各位，人生就係咁樣，從來冇一個狀態係永遠唔變嘅。你以為嘅結局，不過係下一段故事嘅開始。咁晚年嘅林青霞係點樣面對呢個殘酷嘅未濟之局呢？佢交出咗一份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嘅答卷。晚年嘅佢徹底放下咗豪門嘅包袱，唔再執着於嗰啲得唔到嘅嘢。息影後嘅佢一早已經褪去咗大明星嘅光環。佢拎起咗筆，出版咗散文集《窗裏窗外》，連金庸先生都親自為佢敬題，稱讚佢像思念。佢去研習水墨畫，去練習京劇，甚至喺69歲嗰年遠赴意大利學習油畫。由最初被老師評價好似細路仔圖畫，到後來佢嘅作品竟然入選咗為李氏雙年展嘅外圍展。佢仲獲得咗香港大學頒發嘅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佢嘅晚年生活充滿咗一種極致嘅反差感。佢依然住住價值10億嘅頂級豪宅，書房足足佔據咗2層，牆上面掛滿咗佢濫舞嘅蘭亭序。但轉過頭，佢會每逢星期三
着住一對先至79蚊嘅人字拖，親自去街市揀菜。佢可以着住高級定製嘅禮服亮相紅地毯，氣場全開，亦可以喺銅鑼灣街邊隨便揾張膠凳坐低，捧住一碗牛雜粉，食得津津有味及佢一米。佢會踎喺地下俾眾小學生講書，佢會喺屋企練書法，直到墨汁染黑咗字尖。佢會掃盲去行街市，俾路人影到仲會笑住打招呼。佢甚至化身小迷妹，拎住應援手幅去最頂流明星求合照。面對婚姻嘅破裂，佢無撕破臉，冇個兇馬賤冇分身家事嘅醜態百出，佢安安靜靜咁體體面面咁退場。呢個難道唔係一重嘅高深嘅大智慧咩？各位朋友，人生最大嘅本事，從來唔係贏盡天下所有嘅嘢，而係喺你面對命運嘅殘缺時，仲可以心平氣和咁將日子過落去看破，而不說破放下，而不放棄，呢個先係真正嘅高境界。古人講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真正睇懂自己命運嘅人，唔會去怨恨個天唔公平，亦唔會去怨恨別人嘅孤苦。林青霞用佢嘅前半生換嚟咗名利雙收，亦用佢後半生嘅孤獨去承載咗後生嗰陣嗰啲選擇所帶嚟嘅後果。佢唔吵唔鬧冇指引自踩，而係重新拎起筆寫書，拎起畫筆作畫，將後半生過出咗另一重通透同自洽。呢份鬆容恰恰係佢同命運和解嘅最好證明。正如佢喺散文集入面寫嘅嗰句話，要將歲月變成美麗嘅故事。由影壇傳奇到優馬長者，林青霞用佢呢一生話俾我哋知，年齡從來都只係一個數字。真正嘅優馬係歷經歲月淬煉、烈火焚燒之後，依然保持熱愛、從容自在嘅心態。真正嘅美從來唔在於疲勞嘅完美，而在於你點樣平靜咁去面對呢世間所有嘅無常。